将你无限稳定，明日风声来相送，给天予你将行。主是三位上帝，独一无二上帝，你叫无限，相信万将人类，主你生命永恒，大大显明愿中间，偏照世界大位。好，咱搁来线接看164首，164首，至诚的神，听阮祈祷，这首拢总有7节，咱唱第1节、第2节、第3节到第7节，但是咱即马爱注意一寡歌词，咱来看第1节，咱来看第1节的歌词，伫遮恁来为事恩典无限，事恩典无限，请来无得延前，咱搁来看第3节，歹势，第2节，看第2节，打开始咧求你，哪光大石显明，阮的罪恶无数，无限无数。其实这咱会当读到着，咱尽量读到着，但是唱圣诗上要紧的，要是讲遮个歌词，互咱有啥物启示，有啥物感动，咱音唱了准，词读到着，当然是真好，但是真正是毋对的时阵，不要紧，你心内有这个感动，这就是咱唱圣诗的目的，好，第1节、第2节、第3节甲第7节。来，至诚的心听阮祈祷，阮正做你上帝，你来为事恩典无限，请来无地延前，求你那更大就显明，我的罪恶无数，全我轻调求主耶稣，来行赦免我拢，求你那会锻炼我心，派带已经世途，互阮将心全献罪证，归顺我的救主。第7节。至诚的心听我祈祷，我世界最上天，你来为事恩典无限，请来无地延前。好，线接咱搁来唱547首，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咱来唱头前3节，前3节就好。来，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谦顺好使人对乐道。我的无来堂
也感化那救人心，赠我足迹祖传卡波，传浪来信求世福音。第三站。我你强必吞论，你高贵那苦那亲，撒卡最刚少度罪恶，和主耶稣更高信心。上线尾咱来看，路尾圣诗。391首，好，这位爱提醒大家歌词，乐，三一上帝。本来圣诗拢写三位一体，该改做三一上帝。好，咱该唱一摆，哈，来。来。我落地定主宰。今仔日的吟诗学到到这。这时礼拜要开始，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耶和华恩光充满圣殿，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咱三甲来经圣诗，圣诗第411首，阮的天父上帝，请起立。
请大家依然徛地，咱做伙仰头来祈祷。恩典满满的上帝，万物拢出伫你，我靠你，也归伫你，阮感谢你。你收赐阮同样好物，无论是烧热的日头，也是寒冷的天气，拢有互阮通欢喜的所在。你照顾阮，伫阮身边，用阴影来保护阮。日食日头袂伤阮，暝时月也袂害阮。你拯救阮脱离一切灾难，为着你的恩惠，阮来感谢你。总是有时，阮照世俗方式来生活，受私欲来灭险，直到败坏，求主赦免。当阮无知甲硬心，心思黑暗，直到甲上帝所赐的画面过长时，求主怜悯，互阮甲主重新连接。将阮的心思意念全面换新，按照主的宽恕，对主的学习，伫日常生活中活出符合真理的性格甲公义。这礼拜大学学册拄啊结束，教会青少年若是有人因为考虑无理想，求主看顾，来鼓励因，互因毋通失志，来继续努力。阮中间有人身体欠咱的，求主医治，互因康复。亲人朋友失信兄弟，求主安慰因。求主信心甲阮同在，帮助阮逐人因上帝所赐恩赐来实践。将信仰行伫生活中，来分享教会。这时，我们照主耶稣教示阮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有你所阮的日子，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咱做伙来启应，请咱掀开信息后面第1097页，出自马太福音第5章，启文第54篇。咱做伙来启应。心灵善良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要喙焦希望实现上帝旨意的人真有福气。无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深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咱三个人信息164首，信息第164首，至圣的神，听阮祈祷，请起立。
请坐。咱三个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受雕做你圣洁国度的子民，三个自责，求主圣神降临，互阮通明白圣经的话语甲启示，通辨别什么是你所欢喜、看做好、搁完全的旨意。也求你赐阮气力，将阮所领受的，配合你所予阮的呼召。来实践，来帮助阮伫生活中常常记得你的教示，来活出符合你真理的生活。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三个来共读圣经，记载伫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8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罗马书12章第1节，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怜悯，我肯定就将家己的身躯献给上帝做活我的祭，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宜的敬拜。毋通互世俗同化，颠倒就互上帝甲恁改造。心智得到更新，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搁完全的旨意。靠上帝予我的恩赐，我对恁逐个人讲，毋通将家己看伤悬，就照上帝赐予恁逐个人信心的分量，慎重评价家己。亲像一个身躯有真侪机体，逐个机体各有无相同的功能。虽然咱有真侪人，毋过伫基督是一体，互相做机体。照上帝赐予咱的恩典，咱逐个人有得到无相同的恩赐。宣讲信心的人，就符合信心宣讲。服侍的人就专心服侍，教导的人就专心教导，劝勉的人就专心劝勉，真济人就慷慨，领导的人就热心，做主善的人就甘心乐意。愿上帝话成做咱帮衬。下面要请信歌队，希望是阮用诗歌带了咱敬拜，因要唱的诗歌，一首快乐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这时，请咱伫魔术讲道，题目是“互世界塑造，也是互上帝改造”。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希望诗班再去用快乐的哈利路亚这首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咱读罗马书已经到最后的部分，今仔日咱要进入第12章。规本罗马书整体讲会当分做3部分，1章到8章是对于迄个整体人类的角度来探讨上帝义，人的罪、人的困境，上帝义对人会产生甚物款的意义？咱拄仔讲了迄个9章甲11章，是对以色列人救赎的历史，伫讲上帝的义。对12章开始到落尾16章，就要讲起回应上帝义，教会爱有甚物款的见证？这个信仰群体就用甚物方式来回应上帝？其中最后第3部分。一开始第12章1节到2节，会当讲是这段经文上关键的部分。了解这个12章1节到2节的迄个重点，就知影后壁保罗要继续讲落去的迄个主题。伫这个经文中间，咱看见保罗讲“所以”，用“所以”这句话来开始，这是伊伫伊的批信内底。常常有的表达方式，因为安尼，因为安怎，所以恁就安怎。所以咱今日若读到第1节，咱就会共款读到这2个关键字：因为上帝的慈悲，所以我劝恁就安怎安怎安怎。这通讲是为文法顶头讲直述句，要进入命令句。直述句是咧讲道理，命令句就是讲你着安怎回应，你着安怎行动。所以保罗讲，上帝已经用慈悲款待咱，所以咱着要用一个现在的人生来回应上帝。咱对信仰的认捌，要进入到信仰的行动。咱嘛会使讲，咱一定有蒙恩的经验。经验着上帝恩典当着开始过感恩的人生，有感恩的行动，这大概就是保罗一贯真水的一种论述的方式。知影道理的人，就要去活出这个道理。咱今仔日12章就开始要进入这个部分。咱先来看上要紧的这个第1节甲第2节。第1节伊讲，因为上帝怜悯，怜悯这里犯做慈悲，犯做怜悯拢会使，而且是复数的，有足多足多的怜悯，上帝怜悯足丰富的。为第1章甲11章一直拢出现这个怜悯的主题。第1章、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第9章、11章，每一章你拢会读到上帝慈悲甲怜悯。若经验着上帝怜悯的人，诚做咱伦理生活的一个基础。保罗讲，我劝恁，我劝恁，劝这里希腊文 parakalein， 这是外交的批中间的用词。一个政府要对另外一个政府讲一寡代志，会用这里。我恳请恁就要安怎安怎安怎。所以保罗伫遮对这个罗马教会兄弟，因为咱知影罗马教会毋是保罗设立的，伊嘛还未去过遐，伊捌中间的一寡人，但是这个教会甲伊的关系毋是遐尔亲密，无亲像哥林多是伊设立的，伊对哥林多教会就定定用命令的口气，但是对罗马教会。伊知影
伊敢若会当讲可劝，所以伊用我劝恁，我劝恁，将身躯献上，身躯嘛是复数，这是真特别的一个表达方式，有一种集体委身的意思。我劝恁献全体献恁的身躯，献予上帝。献即字伫第6章已经捌出现过，咱读到罗马书第6章就读到保罗讲，你着献上家己做义的器具，毋通去做罪的器具。即个献已经用过啊，迄是一个持续的行动。献毋是讲献一届就好啊，迄变做一种生活的态度，不时就献。然后伊讲到祭，祭是单数的，有牺牲的祭即个意思。恁着献，亲像旧约的献祭，恁着爱献恁的祭。即个祭伊用3个形容词，即个祭是我的。是神圣的，是圣洁的，是伊所欢喜的。我即字超工用我即字，就是要有甲旧约的迄个献祭做对比。伫旧约内底，动物要献祭时阵，动物爱甲杀互死、流血。但是基督徒的献祭无共款，是活的，毋是死的。圣洁即字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所有物件拢会当变做圣洁，只要你是也分别出来，为着上帝来用，伊就诚做圣洁的。伊所欢喜的，这嘛是保罗真爱用的表达。伊所欢喜的即句话，就是讲下伫上帝旨意的。你做的这样代志是下伫上帝旨意的，所以上帝会欢喜。这咱看了后壁会阁看到同款的表达。最后一句嘛真有意思，是恁合宜的敬拜。伫遮保罗咧讲献祭，然后伊讲即个献祭人生要诚做敬拜。哇，即句话非常有意思。咱到最后结论的时阵，会过来甲即个做较清楚的表达。不过伫遮敬拜，伫希腊原文就讲毋是去用强迫的。敬拜即字原来有迄个领薪水工作的意思，毋是迄个劳力去用逼去做代志，是你家己自愿去接受即个工作。所以即字敬拜后来伫基督教的语言内底，一般拢翻做 worship，worship 礼拜、敬拜，是专门用伫上帝的。咱献咱的全心。为着上帝来服侍，即字变做敬拜。所以伫遮保罗提出一个足新的概念，伊对即个罗马教会讲，咱今仔新的即个群体，甲犹太人的礼拜无共款。犹太人的礼拜咧圣殿献祭，嘛甲罗马的即个宗教无共款。咱知影罗马的神庙内底嘛有敬拜。因伫遐烧香，伫遐念迄个求迄个签，伫遐敢若民间宗教真诚，迄种咧望得到家己的好处。保罗伫遮讲，恁的礼拜是无共款的。恁今仔日的即个新的礼拜，是为着即个世界会当改变，恁献身，这诚做新的礼拜。伫遮保罗提出一个真水的新的意象，这对咱今日这个时代嘛有真要紧的提醒。什么是咱的礼拜？咱最后再来讲，过来讲这个讲到献祭，旧约内底有2个献祭，2种献祭。伫利未记第4章到第7章，一种的献祭叫做赎罪祭。赎罪祭内底佫有分3种：赎罪祭、燔祭甲赎愆祭。第2种的祭叫做感恩祭。感恩祭有素祭，
甲平安祭。哦，这个旧约内底不只复杂的分法，哦，但是简单讲分做两种，赎罪用的，以及感恩用的。哦，啊，伫罗马书内底，保罗伫头前第4章、第5章遐拢讲起，基督已经献伊家己做赎罪祭。所以保罗伫遮提出第二个概念，啊，咱教会呢，就要献感恩祭，来回应基督替咱赎罪，献迄个赎罪祭。所以保罗伫遮甲旧约的概念带出新的意义。基督已经替咱献赎罪祭，咱今仔日就用感恩祭来回应基督。要怎样献上这个活祭呢？搁落去伫第2节，保罗用2个足关键的字来甲咱做真要紧的一个表达。咱来进入第2节。第一句话，伊讲毋通互世俗同化。互世俗同化这字，互什么同化？哇，这字是足长的一句希腊文。内底有互什么影响的前置词，后壁迄个 schema 是一个外表形状的意思，哦，外表形状意思。所以互什么同化，就是讲用一个模仔甲你塑造的意思。咱想象古早咱台湾做迄个古早饼，哦，做迄个古早饼。你个面丸也好，还是面糊也好，伊用茶做一个模仔，哦，啊，迄个模仔啦，模仔甲面丸甲缀落去，迄个面丸就变做有一个形状出来，哦，做出来迄个饼，逐个形拢共款，哦，就是用一个模仔甲你刻落去，啊，你就变做伊迄个形状，哦，所以伫遮讲毋通互世俗同化即字，就是讲。你毋通去模仿迄个世界要甲你模仿的迄个形，哦，地流行啊，地流行，哦，追求一种世俗大家的潮流安尼，吼。伫遮世俗即字嘛真要紧，即字毋是一般咱读到的世界，哦，世界是 cosmos， 伫遮用的世界，伫遮用的世俗是 ion。ion 是时代的意思，世代的意思，一代搁一代搁一代，哦，啊，所以一代会过去啊，才有下一代啊，哦，所以世代是会消失的，伊毋是永远的，伊是一时的，哦，所以即句话真有意思。保罗讲，你毋通互迄个一时的潮流，一时的即种外表看起来真水的物件，你甲你刻落去，你就甲伊共款，吼，毋通互即个世间的潮流，还是世界观，甲你同化。即句话真要紧，第一个，毋通互世界甲咱同化。第二句要紧的话，伊讲，着互上帝甲恁改造。改造即字，希腊文嘛足长的 ，metamorphose， 哦，足长的字。内底 meta 就是改变 ，morpho 同款，甲拄仔迄个 schema 同款，是一个形的意思。但是 morpho 即字有迄个为内底改变带来外口改变的意思。所以人的内底本质啊改变，外口的表现又会无同款，吼，会无同款。啊，即句话改造，咱若甲后壁。搁落去迄句讲更新，心智得到更新，即两字放做伙时，两字是相关的。哦，更新迄字有恢复的意思，啊是重新塑造的意思。哦，所以讲，互上帝甲你改造，心智通更新，即两字合作来看，保罗的意思就是讲，咱伫基督内底。已经成做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思考方式就无同款啊。咱今日有法度家己去思考，知影什么是上帝爱咱去做的代志。
做出正确的伦理的判断。吼，心智这字 nous 是单数的，这字伫第1章28节出现过一解。迄个时阵，保罗咧形容这个世间的人的心，人心。伫遐保罗讲，这个人心拢败坏啊，人的心拢败坏。同款这个心哦，吼，但呢，保罗讲，但这个败坏的心要得到更新，哦，要恢复，要恢复，哦，所以这个新的群体要有新的思考方式。伊用的迄个更新即字内底迄个新 kainos， 甲一般迄个希腊文有两字新啦，吼，一字的新是较属于迄种物质性的。哦，我去买一支新的器皿，哦，迄叫做迄是另外一字。但即字 kainos 是咧讲本质的新，人的本质改变变做新的。哦，所以各位兄弟，咱若甲第20即句话、即两句话甲放做伙想，足有意思的。英文的翻译本、圣经的翻译本，甲原文的希腊文较晏。吼，我拄仔讲啊，原文的希腊文两字拢有迄个形象的意思、塑造的意思。吼，所以英语的翻译甲翻做 conform 甲 transform。唔通互世界甲你同化 conform， 爱互上帝甲你改造 transform。两字拢有 form 就是形状的意思，无迄个塑造的意思。吼，所以咱若中文用华语甲翻做讲同化甲转化，可能较下即个原文有即个意思，拢有化。拢有迄个要甲你塑造的意思，是讲咱甲翻做讲塑造，是改造，吼，造嘛拢有共款的意思，吼。所以保罗伫遮用两个真水的动词咧表达一种改变，吼，咱应该即个群体应该有的改变。即个改变是为了什么？保罗搁落去讲，通互恁辨别，吼，辨别即字嘛是保罗最爱用的字。伫伊的所有的批信内底，迄个伦理讲到伦理生活的时阵，常常讲即句话：恁就会晓试验，恁就会晓洞察，恁就要去认定什么是对的。吼，即个叫做辨别。吼，保罗伫遮伫甲咱提醒，咱诚做一个信仰团体，爱定定有机会，大家讨论呐，讨论对话。去敲找上帝旨意。哦，咱有教会有足侪小组、足侪团契，有即种查经的活动，这就是讲辨别的一个过程。通过小组讨论，咱会当伫遐要去洞察，要去认定上帝，什么是上帝爱咱去做的代志。哦，这真要紧。一个信仰团体若无即个定定伫遐对话讨论的空间，咱就无法度去真正掌握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吼，所以搁落去保罗讲，你着辨别上帝的旨意。吼，上帝旨意即句话伫遮嘛足要紧。吼，上帝旨意是咧讲上帝伊的真大对咱的真要紧的期待。吼，上帝对咱的期待，咱着爱。通过辨别来去了解上帝爱咱伫即个时阵爱做的代志是甚物，吼。然后伊伫遮用共款，佫用3个形容词，要形容上帝的旨意，吼。伫遐讲上帝旨意是所欢喜、看做好，佫完全的，吼，3个拢是真要紧的动词，吼。看做好，这是。阿加颂，哦，阿加颂，希腊文阿加颂，咱后来翻做英语变做阿加萨，变做人的名，吼。阿加颂就是看做好，是水的，是美好的，是正直的。所欢喜的头前已经出现过一解，就是上帝欢喜的代志，就是伫遮无咧讲上帝是互世界看做好的，
互即个正人看做好的。所以伫遮表达的是，互人肯定信赖的价值。最后讲是完全的，完全的。所以基督徒若会当认真去辨别，就会当将上帝迄个水正直、互正人拢看做是信赖上完全的旨意，通甲挖出来。所以这是保罗真水的一个表达方式，爱咱这个新的群体定定去体会上帝伊的心意是甚物。这两个要紧的1节2节的关键经文，咱讲了，保罗搁落去为第3节到第8节，伊就大声先讲起，安尼要安怎应用伫这个群体内底。伊对第3节保罗讲，靠上帝互我的恩赐，我对恁众人讲。伫遮讲到恩赐这字，咱知影保罗伫第一章一开始就讲起啊，因为上帝恩赐，互我做伊的使徒。所以伫遮讲上帝互我的恩赐，保罗就是咧讲起伊使徒的身份。伊讲我答应使徒的身份，要劝恁逐人。劝恁逐人安那？第二接落去伊讲，毋通甲家己看伤悬，就照上帝互恁逐人的信心的分量，慎重评价家己。这句话内底其实真有意思，希腊文有4字看，毋通看家己看伤悬2字，就用上帝互咱的信心看慎重会看家己，4字拢是看，这个看真有意思，爱人自我了解家己。你敢知影你家己是甚物款的人？你若毋知影，你有时会甲家己看伤悬，你就要适当、慎重看家己。慎重这字，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拢甲翻做 sober。sober 咱知影，就是无啉酒、无酒醉、清醒的意思。清醒这字，佮甲引申出来，就是讲。真严肃、真正经来看，真适当来看。所以伫遮讲慎重看家己，就是爱自我了解，真正知影我家己是甚物款的，我的恩赐是甚物，我会当做的是甚物。若慎重看的时阵，大家就会谦卑，袂看家己伤悬，袂看家己伤悬。另外一个真要紧的表达，伫遐讲照信心的分量。这句话嘛，足有意思的。照信心的分量，真侪学者讲，伫遮就是咧讲真实看家己，毋通讲假的物件，毋通碰风，毋通干那要强制家己的想法，真实来表达你家己。所以若一个人照信心的分量看家己的时阵，这句话真有意思，就是每一个人，虽然咱的政治族群、性格拢无共，咱的政治态度可能无共款，族群可能无共款，性格可能无共款，但是你只要真实来生活，你就会当用你的方式，将信仰甲你的身份结连起来。安尼，逐个人虽然无共款，只要咱知影彼此是真实的。咱就会当尊重、互相对待，嘛袂甲家己的态度强加伫别人共款。身躯顶，你就爱甲我共款，你的信仰形态就爱甲我共款。保罗伫遮用足水的话讲，每一个人真实，互伊家己甲上帝结连，安尼咱拢爱尊重，袂当将家己的形态加伫别人身躯顶。对第4节落去，保罗讲，一个身躯有真侪机体，逐个机体拢有无相同的功能。哇，伫遮嘛真有意思。你讲每一个人对这个整体来讲，拢有迄个无共款，但是袂当无的一种特别的恩赐。咱这个身体是百体的，这个
百只机体所组成的，每一人拢无共款，但是无你袂使。若无你，这个身体就无法度形成。所以虽然咱有真侪机体，但是逐个人会当有家己特别的温数。保罗伫遮特别用恩典甲温数这两个希腊文甲结连起来，因为上帝恩典，咱就有伊的温数。恩典是 charis， 温数是 charismata， 两字是字根是共款的。上帝伫逐人身躯顶拢有恩典，迄个恩典会变做无共款的温数。所以到第5节，伫基督内底，咱是一体。拄啊讲无共款的温数，但是伫基督内底正做一体，这是合一的原则。互相做基体，彼此正做互相爱倚靠的一个基体。我今仔欠缺物件，拄啊你有，咱就正做一个身体，互相做基体，彼此会当服侍。对第6节到第9节，保罗列7个温数。伊讲有的人会晓宣讲信息，有的人会晓服侍人，有的人会晓教导，有的人会晓劝勉，有的人会晓尽责，有的人会晓领导，有的人会晓做主先。伊用7个，7当然咱知影是完全的数字。所以保罗伊讲了7个，敢若咧讲全体，全体的意思。咱有无共款的温数，我敢若举7个。这7个咧讲的时阵真有意思，无特别的什么顺序啦。伫遐头前讲宣讲信息，第2个就讲服侍，后来讲劝勉，搁落去是尽责。所以无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2章甲14章，伫遐保罗讲温数有迄个上悬的第1个，温数有第2个、第3个，伊伫遐甲温数排顺序。伫遮无，伫即个新的群体内底，逐个人的温数拢共款要紧，无人的温数讲比别人较悬，还是较大。所以每一人的温数拢爱受到尊重，而且所有温数拢爱好好啊用出来，因为是要为着全体群的共同利益来服侍的。咱今日就无时间详细去讲这7项，但是保罗伫遐嘛讲起每一个温数，就爱安怎表达，服侍的人爱慷慨，迄个要做主先的人，都爱欢喜、甘心乐意。伊的迄个伫遐形容每一个温数的表现的形态，嘛有真水的一种形容。这咱若有趣味，咱则家己搁倒转去看这个经文，去思考，真有意思。咱今日来看咱读这段经文，对咱今日有甚物款的启发？我感觉会当至少有3点会当大家做伙来思考的。头一个上要紧的，就是保罗一开始讲的迄个将身体献上做活祭这个概念。当保罗讲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的祭的时阵，伊讲这是合宜的敬拜。哇，这句话对咱今日来讲是何等的启发？咱逐工伫世间认真工作、认真生活，这就是对上帝合宜的敬拜。这甲犹太教、甲罗马宗教的礼拜拢是无共款的，毋是敢若礼拜日早起遐献一个献香一个去遐献一个祭，安尼叫做礼拜。保罗讲，逐工生活，将恁逐工的工作当作礼拜。你伫店内底工作，你伫工厂工作，你伫迄个做船的工厂工作，你伫矿工，你做矿工的工作，这拢是咧服侍上帝。所以礼拜堂，咱拄啊唱圣诗164首，最后一节的歌词，大家毋知有注意到无？伫遐讲换世界做圣殿，
换世界做圣殿，将世界当作圣殿，就是保罗伫遮讲的，讲将你的身躯献上做活祭的意思。这真有意思，因为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阵，嘛提出这个天职的概念，这是对世界的对职业的看法非常，咱讲一种戏剧性、极大的改变。不管是罗德马丁，还是加尔文，拢开始讲这样概念。你的生活、你的人生的位置，就是上帝对你的呼召。所以德文讲 beruf 这字变做英文的 calling 呼召，呼召这字变做天职 vocation。vocation 这字本来是呼召的意思，咱也去查字典，今日已经变做职业。所以意思就是讲，上帝呼召咱做这样代志，无一定爱领薪水的哦。互你伫上帝呼召你一个人生的位置，迄就是你的呼召。做老爸、做老母，嘛是一种呼召。我做老师、做医生，还是我做真普通的一种劳工，这拢是上帝呼召咱的工作。那用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天职的概念来呼应保罗今日所讲的献祭的人生，咱的身躯逐工所做，要成做上帝合宜的礼拜。所以加尔文嘛特别强调，所有工作拢是神圣的，要紧的是有容神益人无？你所做有荣耀上帝，有利益人无？若有安尼，这个工作就是神圣的。不过呢，工作嘛爱有伊的原则。保罗迄个加尔文特别讲，工作就爱诚实，就爱正直，袂使歪歌，袂使欺骗，这才是献予上帝的工作。第二，今仔保罗讲，唔通互世界世俗甲咱同化。即句话嘛会使，互咱讲唔通用即个世代来学习群体伊的生活。所以伫遮保罗有点出上帝国的价值观，甲现世代的价值观其实是对比的，常常有迄种竞争的关系。唔知影咱会想到讲，咱今日即个世代有啥物物件，敢若拄仔咱讲迄个魔啊，会甲你箍落去，要叫你缀伊行。我唔知大家会想到啥物款的物件，可能会让想到足侪例。不过因为最近拄仔流行在讨论这样代志所以我就用这个做例啦最近这个中国的一个网红的人士，咱知影用迄种无尊重、侮辱的语言来批评一个新疆的候选人用这个要显出要批评执政党的这个造势活动，这也引起侪无共款立场的人对伊真强烈的回应。还有另外一个女性的网红，伫遐传选举做票这种的假消息。我无要对这个代志做评论，但是咱敢若想一项代志，为什么大家要缀这个网红？为什么大家要缀这个流量？这拢是真可怕的当代的潮流。当一个人红起来，伊变做伊讲的拢对啊！伊迄个错误的信息，是错误的价值观，咱是毋是就叫箍落去，缀咧行咧？所以保罗咧提醒咱的是，不时要有辨别的能力，常常爱去洞察，去试验，咱是毋是已经去互缀咧行？我阁用另外一个咧，保罗讲，你着心智更新，辨别什么是上帝欢喜看做好阁完全。今仔这个时代，咱的教会一个足大的挑战，就是这个所谓健康阁好业的福音。
这里英语讲 healthy and wealthy gospel。信耶稣要互你健康佮好嘢，这里已经英文的字典内底已经有这字啊。healthy and wealthy gospel。这个北美洲、伫南美洲甲北美洲开始流行，怎传到全世界？咱有写甲叫做讲成功的神学，有人甲叫做市场的福音嘛，市场化的福音。听起来敢若互人真吸引，但是内底有真误导性的道理。敢讲只有健康好嘢，才代表上帝祝福甲同在咧？啊，生活内底拄着破病、失败、丧凶、苦难的人，上帝就无甲因做伙吗？咱若相信保罗活伫咱今日这个时代，伊一定会对这个所谓健康佮好嘢的福音有真大的无同意，一定会对伊提出批判。啊，咱今日嘛需要定定敏感着咱所理解的福音是甚么意义，这也非常要紧。最后一点，保罗讲，咱就互上帝所改造。其实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这毋是马上就会一天两天就会有的，是一个内在不断更新的过程。保罗讲，毋通互世俗同化，都爱互上帝转化。互上帝转化，就是上帝不断甲咱改造、改变咱的形象。这是一种内在人格的改变，心智得到更新。咱会记得一开始罗马书第1章20节，咱读到，伫遐讲，保罗讲，宇宙创造以来，上帝的大能力甲神性是明明通知。咱本来有一种会当认捌上帝、认捌真理的能力，结果因为犯罪，1章28节就讲，这个能力已经扭曲，这个能力已经无阁有发挥。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讲，心智得到更新，上帝要甲咱改造。所以迄个能力，因为上帝改造，就会渐渐得到医治，得到恢复。保罗咧鼓励讲，咱的群体需要安尼不断互上帝改造。啊，这个改造毋是家己做的，是咱群体做伙来。咱会当通过公共的论坛、小组的讨论、理性的辩论，做伙来敲测什么是上帝旨意。这真要紧，不断伫遐敲吹，咱才知影上帝伫这个世代爱咱做的代志是甚么。另外，保罗拄仔讲，温数是无悬无低的，逐个人的温数拢是有伊的价值较要紧的。这个嘛真有意思，互咱要形成的这个新的团体，甲当时罗马社会迄个咱讲。恩庇主从恩庇主从的迄个制度是无共款的，嘛甲奴隶制度无共款。无人去用逼讲，你都要安怎做，嘛无迄个尊严甲见效的差别。这个新的群体是和谐、共融、互相尊重的。保罗鼓励咱努力来成做安尼的一个新的团体。只有这个合一、互相尊重的团体，才会当成做一个对外做见证的团体。咱搁落去到罗马书的最后，咱做伙来学习保罗怎样继续在引带咱思考，要形成一个新的信仰群体，咱所爱学习的所在。咱做伙下头来祈祷。阮天听人上帝。阮今日对保罗学着真要紧的功课，毋通互世俗同化，就互上帝不断甲阮改造转化。这是阮一世人的功课，也是不断努力更新成长的功课。恳求你
将辨别、查验、洞察的即个能力，伫阮身躯顶渐渐恢复，也互阮有群体做伙学习思考即种的文化，通过彼此对话，甚至辩论，来敲找治理的旨意。即个旨意是看做好，众人所欢喜，也是完全的。当阮努力形成新的团体的时阵，阮才有气力，成做一个对外见证、宣告的团体。恳求你继续引带阮众兄弟姊妹，行伫即条学习、佮服侍的道路。献上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了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第547首，圣诗第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起立。请坐。这时，咱要为下面事项来祈祷。第一，为台湾派伫缅甸宣教师甲当地同港的服侍；第二，为建堂经费最后无失借款的归还；第三，为2024年元号的吊开的准备。请咱大家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请杨一成执事带咱做结束祈祷。感谢赐落稳定的爸上帝，互阮受恩的见囝儿，搁一摆围绕伫你的圣殿内。阮掠着即个做阮生命中上大的应允甲祝福，因为早起时你会听阮的声，早起时阮要对你摆列阮的祈祷。里面的主疼痛的天父，恳求你赐福，互为着靠顶你大宝贝的地，派驻伫缅甸的宣教师甲在地同工，互伊一切工课顺利，
因为你把英文看啦，我的步龄要做的一定会完成。流目屎夜静止的，会出欢喜的声小歌，自悲疼痛的悲上帝。感谢你，互阮有份参与100年的敬长时间。伫敬长敬灵的过程中，阮真实体验到，就爱用信心做根基，基督做建材，圣洁做砖塔。感谢上帝恩典，互我还清银行的贷款，目前剩会有无利息的借款，嘛恳求上帝帮助我靠你的带领，创造宇宙万物，若是创造我人类的悲上帝。后礼拜教会要召开2024年会员学会，恳求主赦免阮过去一年做无教业的所在，阮决志要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恳求圣神帮助阮，保守会员学会会再顺利召开。伫新的一年，无辜负主你手术互我的恩赐，互这样教会真做荣光上帝教会，互兄弟姊妹真做上帝忠心的管家。我的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伫咱复兴进前，那请牧师为咱来报告缅甸宣告奉献的事项。伫遮来报告咱教会参与伫海外宣教的工。前咱旧年的时阵缅甸的宣教师有倒来咱中间来报告。今仔日特别伫遮也爱呼吁咱兄弟做阵来关心缅甸的这个宣教。因为咱的宣教师毋是干那咱教会一间的负担，其实这是基督精兵协会。台湾新南院，阁有侪间的这个伙伴教会，咱做阵支持海外的宣教。这海外宣教特别宣教师即马伫这个曼德勒的所在，有开始一个新的这个事工，有做一栋这个大楼伫迄个所在做工。咱来为着宣教师伫遐来祈祷，有的人拢会关心讲，缅甸因为军事叛变了后。宣教师伫遐的安全，其实迄即马的即个战术是较伫北边，咱这是伫曼德勒，本地人伫遐来宣教，总是本地人要宣教，这有伊的即个困难度，所以通过即个教育中心伫遐，通过中文的教育，因为过去拢是中国伫遐教中文，但是即马真侪因通过学习台湾即个繁体字的中文伫遐来学习，咱嘛有。甲即个侨委会甲外交部迄边有连结，所以咱的宣教师嘛有摕到相关的即个材料，会当伫遐来扩展福音的需要。下面咱来看即个影片来介绍宣教师伫遐所做的工。无声，我来旁白啦吼。因为这是咱宣教师伫这个缅甸，咱有几栋迄个大楼。台湾都有3句瑞古刷累拉亲。Welcome。明格拉巴，阿嘟嘟，累拉加油。我的家庭不一样，住在世界各地方，姐妹兄弟
多调频。另外佫有一个影片，敢有？咱宣教师伫曼德勒所在有几栋的这个宣教的教育中心的大楼。4年需要的预算是3400万。当然咱过去咱已经逐个月拢会斗支持也甲其他的教会做阵来关心伫这个国外的事工。虽讲咱本人无到伫国外做一个宣教师，总是通过咱的祈祷、咱的奉献，咱嘛是咧参与伫头前所做的工。所以你嘛是一个宣教师，因为你为因祈祷；你嘛是一个宣教师，因为你为着这事工来奉献。也盼望咱所做来真侪福音的利益，来帮助侪人搁较认捌伫基督。咱会通将咱手头的这个奉献袋摕起来，照着你的感动，今仔日你若无早钱袂要紧，你后礼拜来的时阵，你也摕奉献袋甲奉献，通过安尼来支持咱伫海外宣教，也请咱爱为这个代志做阵来关心甲祈祷。以上。这是咱来奉献。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
请坐。请咱掀开就务通知事项。第一，请大家继续以免选来奉献甲代祷。第二，会员会定伫2月初4召开，请会员参加，袂记来会记得请假。第三，新春礼拜定伫过年初1 2月15号拜六上午10点举行。过顶天初2 2月11上午10点，依然有礼拜举行。第四，2024年大灾节期伫2月中开始，罗俊牧师这几年来拢有写灵修手册，甲大家分享。伫2月初4下晡2点有新册，甲耶稣斗阵行苦路，甲大家分享，欢迎参加。第五，今日下晡3点半，伫小礼拜堂有新约教授孙宝林牧师主讲的《万主的主启示录》圣经系列讲座，是广东话讲座，有华语翻译，欢迎大家参加。第六，教会儿童主日学要伫2月27到2月28举行耶稣教会活动，要伫教会过暝。会当选择伫教会搭帐篷过暝，也是袂过暝。要参加过暝的同学，会当独立参加过儿童主日学，小学3年到6年为主。若是只有参加活动，袂过暝，就无年岁要求。报名请儿童主日学校长来报名。具体消息1月19，苏正爱节。是苏相新的妈妈伫台北中校边，由咱黄牧师施洗，林牧师来服侍，搁举行圣餐，咱为着伊会受洗来欢喜。团契消息、教界消息、其他消息、代祷事项、顶手奉献，请咱家己过目。请陈牧师介绍请安。各位兄弟，咱今日有真侪来宾人客，我直接简单来介绍这个陆续进前过往举行个别礼拜伊的遗作有伫咱中间，伊的查某囝蔡欣怡，搁阿叔李宗宇，请起立，互阮甲你欢迎。请坐。曲君超兄弟过往举行个别礼拜，伊的遗作林桂玉、曲敬随、曲庆雄，请坐。咱的即个洪英姐妈妈过身，伊的亲人嘛有伫咱中间，伊的小弟甲迄个媳妇弟媳妇张仁华、杨淑仪，搁2个囡仔即个陈莹莹，一个囡仔一个陈莹莹，欢迎。拄仔提起即个苏တင်爱咱王牧师甲伊做迄个洗礼，嘛做性别礼拜伊的后生，即个苏顺民先生请坐。有即个华商团契林静怡。咱浙南教会伫外国的会友刘聪辉、王桂美，请坐。青龙的朋友吴真理，为迄个 New Jersey 转来美国 New Jersey 转来，蔡英兄、蔡英嫂，搁有其他搁有3位欢迎。
哦，咱请大家互相请安吼。咱做人用信息第391首，信息第391首，我老天顶主宰，请起立，迎起线声，题目书接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帮赞，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灭岛闭会，若是需要大岛兄弟，先来到这路边雨伞骹。其他兄弟欢迎参加地饼会交易。